前较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初6公司台记台在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关心起患着病毒的美国总统 Trump， 伫台湾时间今日早起6点半出院。医疗团队讲，虽望 Trump 还袂好，抑阁应该会使转去白宫，有人照顾就会使。抑阁白宫内部即马感染扩大，连发言人麦克内尼嘛确诊。伫咧马里兰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待3暗了后，美国总统川普出院。伫出院之前，已经先伫咧推特预告要离开遮，而且表示家己感觉真好，唔通惊新冠病毒，莫互伊影响你的生活。川普的医疗团队表示，就算川普还未完全脱离风险，也毋过符合出院的标准，因为若是伫病院踮愈久，风险就愈悬。Over the past 24 hours, the president has continued to improve. He's met or exceeded all standard hospital discharge criteria. He'll receive another dose of remdesivir here today. It's been more than 72 hours since his last fever. Oxygen levels, including ambulatory saturations and his work of breathing, are all normal. Though he may not entirely be out of the woods yet, the team and I agree that all our evaluations, and most importantly, his clinical status, support the president's safe return home. 川普登去白宫了，会继续接受治疗。医疗团队拒绝公布川普细部的状况，嘛无法度确定讲伊当时才袂危害别人。I don't have his viral load. Those are some of the diagnostics that we're sending out that will really tell us when it's safe for him to get back out and around people. 早1点仔之前，白宫发言人麦肯内尼伫咧推特宣布，家己检测是阳性，目前无症状，会开始隔离。另外有2个幕僚嘛验出阳性。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川普厝内的人，美国政府官员甲顾问团内底至少有10个接触者验出阳性。另外，川普伫咧出院进前的推特破文，嘛替家己测试坐车出现伫咧病院外口的决定，可能会抵触港车的随后治病行为来辩解，表示讲干那是为着要向支持者表达感谢，因为若是无安尼做，媒体阁要讲伊无礼貌。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已经出院，伊随转去白宫，一到位就甲喙暗流落来，互媒体翕相，也毋过伊并无讲话。川普对病院到白宫飞行的时间，敢若10分钟到15分钟尔，所以伊伫早起台湾时间也未7点就已经转去到白宫。伊出院的时，伊有挂喙暗，也毋过伊一到白宫面对媒体，伊随甲喙暗流落来，对镜头比大拇公比赞，刷落来 Trump 会伫白宫继续治疗。镜头转来，咱来关心台中有一间大学，有18个印尼学生甲一个家长，顶礼拜入境台湾，住伫台中一间防疫旅馆做集中检疫，结果是陆续传出走北歹腹肚、发烧的症头，加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体检拢是阴性。卫生局人员采集餐厅内底环境检体检查，台中市一间大学18个印尼籍的新生甲一个家长，9月30日入境台湾，伫咧台中一间防疫旅馆集中检疫，想袂到过当天开始有人出现腹肚痛、走北、发烧等新冠肺炎的疑似症状，总共12个人去医生看。10月1号的不知道某一餐，早午晚某一餐，现在怀疑说是食物造成的一个食物中毒的可能。这8个里面是有12个出现症状，就送到医院去。因为他们身份特殊嘛，所以全部都有采检新冠肺炎，结果12个里面都一采全部阴性。台中市卫生局推测，可能是学生伫咧防疫旅馆食的便当食物中毒，啊，毋过因为无留食物的检体，所以卫生局人员先去合作供餐的3间餐厅检查，初步发现有排油烟机无清气等等的卫生条件无好的状况，已经要求限期改善。他们是10月1号吃的东西，我们10月2号才接到通报，去通报去查的时候，他的食物都已经就丢掉了。所以我们只能去查那个餐厅，然后还有人体的检体。那现在那个东西大概要2个礼拜才会知道，才会有结果。12人去医生看，总共10个人住院，其中有8人已经2届采检阴性出院，还有2个人今仔日搁第2届采检。啊，若是走北的检体采样，预计检验结果会伫2礼拜了出来，才会当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这2天受东北风影响，天气较淡冷。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日伫桃园以北依然有局部地降雨，花东嘛落阵雨。伫新竹以南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南部的山区有雷阵雨。今仔日伫北部高温大约是24度到28度，啊，若花东的高温有28度，中南部高温较悬有33度。早暗较凉冷，温差嘛较大，乡亲爱擦衫。
假日伫分家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拢是干巴式的急速，乡亲嘛爱细致。今年第14回风台强风已经形成，行的速度真慢，会安怎行？目前爱个观察，应该也是对日本去，对咱台湾的影响无啥大。接落来双17个连续假期，咱敢袂受影响？爱等到拜3、拜4才会知。中秋连假当歇煞，就有风台形成。气象局表示，伫个硫磺岛附近海面的热带低气压，初5、8点发展做今年第14号风台强风。不过，这个风台预测的路线是真侪种。太平洋高压或是比较靠近台湾这边的高压，它是现在一个比较引导气流比较弱的安行场里面，因此它目前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它的一些引导气流也不是非常明确。北边西风带是否能顺利的把台风往北带或是往东北带，模式预报分歧的情况。强风风台的路线有3种的可能性，包括低气压的路线偏北平，为琉球群岛过来台湾，国庆连假台湾北部甲宜兰都会受到影响，可能会落雨。另外，低气压伫10月初8离台湾东平18公里的时阵，可能会向南行去菲律宾，为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影响恒春半岛甲屏东南部地区的天气。不过，目前预测的几率上大的是低气压会伫初7、初8这2天，豆豆向北平行去日本，对台湾是袂有影响。长虹台风它北转的一个几率其实大大提高，往西走朝台湾方向移动的这种几率其实已经降得非常非常低。这个10月7号左右，它的整个一个移动的趋势跟方向会逐渐的明朗。气象局甲气象专家表示，强风风台行驶的速度真慢，按算初7、初8会到琉球群岛的东平，路线还阁爱观察。目前往日本九州的方向几率较大，那落雨嘛真有限。也若国庆连假天气的预报，若是风台往北平去，离台湾较远，要是会淡薄仔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各地气温会小可较悬，迎风面较大的北部甲东北部会有较少低阵雨发生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若公费的流感预防车对昨昏开始注射，下注计的9大族群拢会当去注射。卫福部长陈时中嘛鼓励民众去注，有注有保护。因为今年要注射的人较侪，第一天就有人注甲去冤家发生冲突。早起9点才开放领，后尾排啊无到10分钟，250个名额就被抢了。因公费流感疫苗10月初5开始注，花莲市卫生所门口一早就真侪人来排队，也佫因为流程无适当引起冲突。它的号码很全面啊，对5号、6号里面已经打到37号了，所以整个流程乱掉了。他们公务员也没有按照说公务员的程序来做，让志工自己在那边黑箱作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民众注流感疫苗一贯提悬。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带头来注。陈时中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卖600万剂，作为对象甲以前同款，6个月以上到国小就学进前幼儿，国小到高中级学生，50岁以上大人高风险慢性病、罕见疾病甲重大伤病患者，6个月内婴儿爸母甲有新的护理人、幼儿园托育人员、安养、养护长照机构照顾者甲工作人员。医师甲防疫人员、动物园工作甲防疫人员等，两病齐发，那当然重症的可能性就变高。那先打一个疫苗，把流感的可能性降到比较低，那这样对 COVID-19 就比较不会同时两病齐发，增加我们诊断跟治疗的困难。陈时中强调，注流感疫苗2礼拜了后，才会开始产生抗体，保护力维持1年。注疫苗能降低感染流感的风险，同时也提醒民众，注疫苗进前应先向医疗院所预约，分流诊疗，避免群聚各兼顾防疫。记者综合报道。若手测地凉水店。街头巷尾满满是，小数即马是规定讲，对明年开始，无论是便利超商、手持地饮料店，拢爱做好标示。这一杯内底糖有偌济，热量有偌悬，拢爱写好清楚。若无上当会罚300万。珍珠配黑糖甲鲜奶手摇饮料，无论季节拢是真受欢迎。毋过，像季节糖粉煞正做健康温馨杀手。小数采购公告饮料标示规定，未来无论是超商、连锁手摇饮料店，或者是素食业者，拢爱标示饮料总糖量甲总热量，也就是饮料内底珍珠、布丁、椰果，这配料热量甲糖量，拢爱算在内。
如果怕会有一些可能会因为人为的误差哈，或者是就是说加糖的含量的一个多寡哈，那可以标示最高的一个值。清楚标示当然比较好，因为有些人会需要去知道那个热量。会喝这种东西就不健康了，应该不会去看健不健康，或者是它的甜度的含量有多少。小苏表示，即马规定饮料店只要表示糖量甲热量大使，按过事实上，未少人啉饮料时阵会加入珍珠布丁、鲜草这配料糖分其实也真悬，不一定会列入糖分甲热量标示当中。所以新规定要求店头应该标示这杯饮料总糖量甲总热量。个案以相关达表示，另外新制规定，蔬果含量无到10%，店家名标示蔬果汁应该标示蔬果口味饮料，或者是同款意义的字样。有一点麻烦，我觉得应该会有上下正负的空间呐，是可以这样子做，这样子做会比较方便一点。今天要做减重的工作，或者是一个糖尿病的人，他都要做热量的管理和糖量的管理，那这时候他才能做啊。那如果之前都不知道，他会多少都不知道，他怎么做管理呢？当时基金会认为新修正的饮料标示应更较有效，互民众控制热量甲管理健康。小数按算明年元旦新制实施了后，业者若无按照规定标示，应依是按罚3万块到300万；假使标示无实在，上悬应罚400万。记者综合报道。再家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澎湖日报》。2020-682成二奖得奖人是发现4型肝炎病毒的3个科学家，因做伙得奖。一个是美国卫生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一个是加拿大亚伯达大学教册英国的学者，另外一个是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教授。因3个人对肝硬化甲肝癌这两大疾病拢有正大的贡献。来看自由时报，咱中研院的团队发现长期心理压力会刺激体内造成伤害，造成氧化软磷脂浓度会加悬，身体就会发炎，就会痛。过去最无原因的身躯痛、身体痛，有可能就是因为有心理压力造成的。相关的研究即马当地申请国际专利。来看《中国时报》，政府开79亿起展览专用厂房，11月份就要完工啊！所以第一家咱国内要家己起的展览，打算伫年底会开工。在2024年会落水，在2025年要正式成军。咱家己起一只，大约是爱开500亿。来关心咱国内又搁新增加一个对境外入境的确定病例，是一个30多岁的台湾人。伊伫6月底捌伫菲律宾感染到，有治疗好势。伫9月18转来台湾体检拢无问题，毋过伫居家检疫期间，伊家己开钱做体检，却验出阳性。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的病例，暗号第518号，是台湾籍30多岁的女性。今年1月份去菲律宾做工课，6月底小连续出现发烧、鼻无芳臭、走白等等的症状，伫当地互医生看，确诊是新冠肺炎，有住院治疗。7月底2届采检是阴性，9月18坐飞机登来台湾到搭是无症状，机场采检嘛是阴性。不过因为这个个案烦恼伊家己的健康，10月初3检疫期满了后，家己去病院自费采检，想袂到验出来是阳性确诊。目前住院隔离当中，接触者目前匡列2人啊，其中1人是同住家人无症状，那列为居家隔离。那另外1人是这个法郎的美发师，不过双方因为都有佩戴这个口罩，所以列为自主健康管理。指挥中心表示，个案6月份伫菲律宾感染确诊了后，可能病毒也未完全消失，检测的结果才会验为阴性、验为阳性。进前嘛捌发生过高雄金巴黎舞厅确诊的台商，住院81天才解除隔离，因为安尼后手会检验个案的抗体，来查清楚感染的时间。指挥中心提醒，若伫海外去画着登来台湾，爱符合2个条件之一。从发病日到登机日已经超过2个月，而且症状已缓解。第二个就是说，发病日已达10天，那且取得2次呼吸道检体检验这个阴性的证明。这个个案敢是第2届去画着，曾经上认为讲是真恶查清楚，因为无法度摕到个案伫菲律宾的检体做基因的定序。目前累积国内拢总有518例确诊。426例是境外移入，55例是本土病例，敦睦南队36例，还佫有感染源不明的1例。咱若确诊的个案当中有7个人死亡，485个人解除隔离，26个人住院隔离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也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500多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03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一例，目前咱台湾计共518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例，香港有5000多例，日本是超过86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767万例，印度超过662万例，伫巴西超过491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85万例，法国超过66万例，英国超过51万例。欧美国家疫情也在传，法国最近确定病例直头增加，过一日就超过1万人感染。因的总理已经宣布讲，首都巴黎要进入最高警戒。另外，伫美国纽约市疫情探翻头，因的市长嘛拍算搁要实施防疫禁令。美国纽约市休在时阵疫情才较稳定，学生拄开学，商业活动慢慢恢复。所以因为最近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增加真多，市长贝苏豪4号宣布，要互布伦克林甲红桥区这9月阳性确诊率超过3%的所在，为初7礼拜3开始过防疫封锁，到时阵影响的差不多是50万的居民。Address the problem by using the tools that we know work, which is to ensure that non-essential businesses are not open and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are not happening. 贝苏豪提案爱得到州长古某的批准，通过了后，9月1区内底300间公私立学校都要停课，餐厅停止室内室外食饭，健身房也要关起来。另外，还有11个所在也正密切监控当中。美国新冠病毒疫情是全球第一，确诊742万例，死亡超过20万人。都伫初2，美国总统川普确诊当日，美国新增加病例有5.4万例，从8月中以来新高。法国过去几天疫情明显增加，初3新增加17000个确诊病例，创下单日新冠纪录，初4有12000多例。总理办公室宣布，首都大巴黎地区会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初6酒吧、咖啡厅停止营业至少半个月，餐厅应营业，不过爱提悬防疫限制。大学课堂爱空出一半位，一般的人尽量踮伫厝内远距离工作。创办有名流行品牌建造的日本设计师高田宪三，也因为患着新冠病毒，初4伫巴黎交过一间病院过身，享受81岁。另外，伫英国官方数据显示，当地新冠病毒确诊人数超过50万人，42000人过身。多过去这个周末的新增加单日确诊数字是正惊人，分别是初3的12000多例，加初4的22900例，加前几天出现倍数成长。不过官员表示，这数字增加这么多，是因为统计上的疏失、技术问题，致使上万件确诊病例被漏交去，伫这几天慢慢补正。首相强生表示，英国今年冬天会非常艰难，疫情可能继续到耶诞节了后。记者综合报道。印度甲中国的冲突也未解决，印度即马伫边界山区挖一条泵坑，要方便送军事用的物资。这条合作海拔3000公尺悬、全世界上长的泵坑，前几日由印度的总理主持通车典礼。这是过去数十年来，印度军方调动部队去克什米亚前线上常常用的方式，用卡车这交通工具载官兵穿过数百公里的山区道路，支援各轮调山区偏远的军营甲哨所。伫热天天气好时阵，这山区道路除了路较远，也无啥物伤过大的问题。不过，公路伫海拔高度差不多3000公尺，冬天冰雪封路时间至少6个月，也就是讲偏远的军事据点每年有半年以上无法度有物资的补给甲人员轮调。早伫前总理瓦巴伊任内，印度政府就计划伫山区起几条重要的泵坑，罗塘泵坑也是其中之一。这个泵坑平均海拔差不多3100公尺，长度差不多9公里，连讲是目前全球高海拔泵坑当中上长的一个，宽度10.5公尺，宽度5.25公尺。不只是大型卡车，连重型作业电车甲火炮拢能通过，对强化印度伫克什米亚边境的军事防卫有真大帮助。ज्यादा से ज्यादा कनेक्टिविटी यानी उतना ही तेज विकास, खासकर
बॉर्डर एरिया में तो कनेक्टिविटी सीधे सीधे देश की रक्षा जरूरतों से जुड़ी होती है。因为这防空以杜巴高海拔山区的天气限制，和边界驻军的补给甲轮调佫较顺利，是前总理华巴义任内所提出的想法。所以这防空要另外以华巴义的名字和名叫做阿塔尔防空。当然，印度不是完成这防空的完成，连接边界前线的另外一个通道新库拉公路，海拔佫超过5000公尺。印度政府今年8月已经通过计划，启动到13.5公里的防空穿过山区。除了协助当地居民，也大大强化边界驻军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加州史上上严重的火烧山，即马也搁在烧，已经烧掉400万英亩的土地，面积要花近半个台湾。加州的空气品质即马真歹，规个城市落雨高温暗掉咧。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初三透过视讯表示，台湾清华大学有一个教授邀请以教授的名义来咱台湾演讲，伊嘛已经答应啊。来关心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今仔日要去日本访问，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回调，所以访问的行程会求水。蓬佩奥今仔日会甲日本的首相菅义伟见面，也要去蒙古甲南韩的行程会取消。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今日透早出院啊，准备要继续拼总统大选。根据美国的民调显示，川普上新的民调是输拜登。有学者认为，川普去回调影响选民对伊的防疫表现甲态度，这嘛互选情出现无确定的变化。美国总统大选剩无一个月，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这个卡刀去为着新型冠状病毒，外界就有人怀疑这是 Trump 的口欲计。不过学者认为，伊出这招的可能性无悬，因为要承担正大的风险，也会严重影响到伊的竞选行程。民众对他不会因为是染疫而觉得应该同情的投票给他，反而会从他身上去追究说，那为什么美国疫情如此的严重，不就是川普他没有好好去控制疫情所造成的结果吗？根据美国民调整合网站 RCP 10月初4上新的民调显示，川普有关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而且佫输8.1%。学者认为，川普若要并盘，恐惊有难度，立场较外中的州会是关键。川普就希望这些小党说不定会愿意就是来继续他们的始终者会就是投党不投人，能够在这个摇摆州，譬如说宾州啊或者Wisconsin 或者 Michigan 能够赢，这种不无可能。学者表示，美国这摆的选举因为疫情、美中贸易战和种族歧视的事件存在未少变数。不过，川普伫咧4个立场较外中的州，民调平均拢领先拜登1.5%，有要我4成的铁票，支持伊守护传统的价值观和重视社会特殊的主张。到底大选的结果如何，就要等11月初3才通知影。记者民警张有随台北报道。镜头来立法院，前国防部长现任的退辅会主委彭世宽昨伫立法院质询，讲伊支持募兵制。伊强调募兵制会当吸引优秀的人才去做兵。伊嘛针对前陆军总司令陈鼎统讲，咱国军无战力这款话，彭世宽讲，这个话无人会认同。两岸台海情势紧张，国军战略敢会当应付威胁？外界也引起恢复征兵制的讨论声音。国防部已经定调后备战略改革方案，62年是分关节。现任退辅会主委彭世宽在到立法院质询，大力支持募兵制。伊强调，若要用征兵制，互无心的人做兵，不如用募兵制吸引优秀的青年将军。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武器系统都需要长时间的人员维护。或者是来做操作，假如募兵他能够有长时间固定的，在这些方面，对于国军来讲，战力是能够维持的。针对于退役上将前陆军总司令陈鼎统讲，国军战略是零，引起民众不满。彭世宽回应，退役将领无人赞同伊的言论，有理会质询。退辅会感觉应该强化电工意识，伊认为无需要。还有一个言论，大概委员都不好意思讲。你们这些老外统统滚回大陆去！我建议啊，要这个人来讲。对于这种新闻啊，不信、不听、不传，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你没有检讨你辖下的将军讲出这种话，你检讨我不提出来，大家不知道，这倒因为果吧？要讲反共抗俄，我会输你吗？
他要去统一，我能够讲说他不对吗？他不对啊，他哪里对？我把他不听可以吗？另外，体育会为了加美国体育军人协会加强争议，积极争取驻美代表。杨国邦世宽表示，行政院目前无核定预算，今年确定无法度做。另外，有外界质疑，中国院应该停产香港飞弹。国防部已经向美国买华帝鱼翅飞弹。邦世宽认为，台湾应该发展家己的武器，应该被向方。记者综合报道。马祖的海巡队这个月初3伫南港海峡掠到下过界的中国抽沙船，因为涉嫌偷抽海山，海巡当场扣押，嘛甲船顶11个船员全部拢押回来送法办。不要再跑了，不要再跑了。这个月初3半暝，马祖南港海峡2.1海里的所在，台湾海巡队员真细二位细只船仔，爬起了一只中国的抽沙船。因为这只6000吨的抽沙船，毋但食过线，超过限制海峡，还佫涉嫌偷挖沙石啊，当场去互马祖的海巡队扣押，嘛甲船顶11个船员抓起来。在南竿铁板外2.1海里处，发现大陆籍无船名抽沙船，非法业界抽沙作业，那全程录影收证，那并由3艇共10名执勤人员以优势警力实施登检。海巡署表示，因为当地咧疫情的期间，海巡人员全程拢有穿防护装备，了后嘛由连港官派人去消毒，而且甲抓起来的船员做采检。马祖海巡队初4早起，嘛甲抽沙船押去马港海峡，甲1800吨偷挖的沙石啊，搁添倒转去海里，专案移送连港地检署侦办。金马坪分署表示，这个案件属于带案查扣，108年到今，带案查扣的拢总有6只抽沙船、23只渔船啊，也若109年到今。伫马祖拢总驱离376只抽沙船、311只渔船啊，还有其他的船啊68只，拢总762只。其实进前嘛有民众看到中国的抽沙船偷挖台湾的海沙，民众伫坐飞行机登去马祖的时阵，翕到袂少中国的抽沙船伫咧海顶，船仔还佫一直流出土色的垃圾水。马祖的海巡队表示，这抽沙船大部分是伫咧禁止的水域以外的航道顶悬，无属于管辖的水域。毋过，若是抽沙船驶入去禁止的水域，海巡人员都会随过去，并且依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道1号往北泰山路段昨中昼发生车祸，有一台奥多摆徛起伫高速公路顶，互后壁一台发财车撞到，结果造成连环车祸，几啊台车拢做毁。一个伫安全帽、咧骑奥多摆的人，徛起伫高速公路顶悬，哪骑搁哪不分，还佫不时转换车道。国道警察的巡逻车用警报器，爱伊骑较晚路径，伊煞甲警察背手，开始劈来劈去。尾手伊伫咧外线的车道，去互一只发财啊撞到，倒伫咧涂骹。其实被摩托车压住了，脚被压住了，所以我们一个同仁要把他拉出来的时候，后方的一个大型车因为会再追撞上来，那我们同仁就跳到那个护栏外，有多腿跟手有挫伤。国道的警察随停车，抓交通水要协助骑士来警戒。不过后壁的连结啊煞袂赴打动啊，转向头前弄落，刷落来后壁拢总9台车，连续弄做一伙，造成严重的塞车。一个货车的司机，甲一个连结来驾驶，还有一个国道的警察，拢着伤送南口中间病院。加在拢是外伤无介严重，若骑士嘛互送病院，着伤是上严重的。主要是脑出血跟颜面骨骨折。那目前我们是担心他腹部有其他的受伤，还在做检查。这2个国道的警察，伫咧骑士去互弄到的第一时间，真正是甲人拖去河南外口，保掉伊的性命。警察初步检判，这个骑士应该是为南口交流道徛起伫高速公路，目前伊的意识真清楚，酒测但是0，还佫留伫咧急诊室观察。另外，伊违规骑奥多摆去伫高速公路，会面临到3000至6000的罚款。因若伫咧高速公路劈来劈去，加上顾一手骑奥多摆，已经构成危险驾驶，上重会当搁罚24000块。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内政部长徐国勇昨宣布讲，所谓身份证确定伫明年7月份要全部换新。明年正月会先伫平湖、新竹市、新北市的邦桥甲中和进行小规模的试办。也毋过有团体是质疑讲，所谓了后资讯安全甲隐私的问题，政府拢无讲清楚。所谓身份证原本今年10月要全面换发，也毋过受疫情影响延期。内政部长徐国勇初5宣布，所谓身份证确定伫明年7月全面换发。明年1月会选定伫平湖县、新竹市加上新北市的邦桥中和地区，先进行小规模试办换发。不管是用专法或者没有用专法，我们相关的法律在这里也已经足以
来发行我们的EID 的这些国民身份证，也就是说，个人对于政府这些或者是相关机关晶片使用的足迹是可以监督的。徐国勇强调，所谓身份证卡面显示的信息，除了比即马纸本资讯更加少，防伪措施也较大。同时，所谓身份证晶片内的个资也会分区保护。另外，为什么经三管区作为第一波的换法，内政部说明，离岛同款需要试办，所以选定人数较济的偏屋。邦桥中和是配合门牌征兵，拄好需要换身份证。目前估计大约有75至85万人进行头一波换身份证。这些晶片上的资料的串联，然后或者是说它验证有哪些情境是需要被限制，就这些东西都没有讨论。有一个人拿到一张晶片身份证之后，他其实也是可以去读公开区的资料，因为它上面就已经有写身份证字号。贷款会集期，内政部的政策常规律处提出3大诉求，包括政府应该保留无晶片身份证的选项，政府应该就治安甲稳定风险进行立法还是修法，也有建立独立的风险保护专职机关。内政部拢无采纳，贷款会烦恼所谓身份证可能留下所谓卡条，和有心人监控。内政部表示，所谓身份证上线前会进行赏金6人竞赛，推出相关看板，强化治安者会全面来换。记者综合报道。那这礼拜六双十节，今年的国庆大会主题是自控民主台湾自信向前行。今年嘛开放民众会使去现场观礼，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几个后面的头人会翕影片来表达祝福。以声音的社谱线条做设计重点，今年国庆的主视觉设计，要象征台湾透过多元的声音，社会交流结合，成就民主的进步。国庆筹备委员会公布今年国庆大会的主题：2020民主台湾自信前行。嘛头一届开放民众现场观礼，做回来庆祝国家上重要的庆典。担任主委的立法院长游锡堃利用致辞的时阵，代表立法院表达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心，祝福伊早日康复。嘛讲到台湾对抗疫情的成绩，就是对全球民主的贡献。因为民主让我们抗疫有成，那现在被很多国家目为国际的抗疫典范。因为民主，国际能见度大幅提高。拜六就是国庆日，侨委会已经开始受理海外侨胞登来台湾报道。毋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预计参加国庆活动的侨胞超1500人，伫海外嘛有真侪庆祝活动。台湾驻欧盟兼驻比利时代表处伫人面册发布影片，分享几10位欧盟、比利时等等的政治人物对台湾的祝福。Today is one of the least affected countries by this horrible pandemic. Taiwan has excelled in overcoming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pandemic. I wish Taiwan to receive full diplomatic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除了肯定台湾的防疫成果，伊嘛学到台湾的民主，表达对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婚林关中乡的龙岩社区，有替阿公阿嬷举办自主共餐的课程，已经3个月啊。伫上暗尾一天，社区的时代家己传料来煮一顿营养的中昼顿，大家做伙食饭开讲，互相分享。甲小忽忽的饭菜送入嘴内，看到长辈满足的表情，就知影这顿饭真好食。原中乡龙岩社区的阿公阿嬷，这3个月来，拢是逐工来遮做伙煮饭，做伙食中昼顿，连食材嘛拢是因家己种的。啊！你互这老龄这老伙仔食，我煮啊足欢喜安尼，因为我本身就厨师，所以我会煮，我感觉足幸福的。感觉足好啊，就拢。煮一寡有营养的物件，家己出产的啦，来食，大家足健康的。遮的长辈毋若做伙食饭，因做伙上课，增加知识，嘛爱运动。课程最后一天，大家上台分享感想，现场真热烈。就是他们自主，他们自己来，食材他们自己来，都没有买外面的食材，然后都分工，完全发挥了自主的一个精神面。3个月课程，长辈开始关心厝边头尾的感情愈来愈好，逐工阁有营养健康的中昼顿，大家哪食哪开讲，嘛烧少后期阁要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雷蒙酸溜溜，无人当作果子直接摕来食。毋过即马南投外埔有一个农民，已经自用翡翠雷蒙，用滚水就会当直接夹皮落去食。好，伊嘛是了这农民开时间做研究，希望未来会当发展观光果子园。若讲到雷蒙，有人会惊雷蒙酸微微的滋味，毋敢直接食。当有农民发明一款雷蒙，竟然会使规粒挂皮做伙食。若一时想要食，雷蒙切做薄薄一片，淋小块红糖也是咖啡粉，成做四手啊。看到喙烂着擦擦丁，食了酸甜的滋味，使人心花开。传统的柠檬的话，它的皮是带苦涩，那会有一个比较刺鼻的味道，那也会有一点麻嘴，人讲会嘎脆啦，稍微。那我们这个品种的柠檬的话，它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掺淡薄仔蜂蜜，淋一丝仔牛奶糕，挂皮的柠檬加含落去加做汁。天气若热，来一杯柠檬汁，真是营养果子较生甜。外埔有一位农民，伊的果子园栽种侪款柠檬，有的适合欣赏，有的会使煮饭料理。上特别的一种，就是伊细心正研究，无除农药的改良品种，玉翡翠柠檬。这款柠檬大粒，汁饱甜，佮会使挂皮做伙食。我们的2年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实验，然后把它做成加工品，然后包含做成这个柠檬果干、柠檬醋，然后柠檬酵素，那包含现打的一个带皮的一个柠檬汁，那用这样子的一个让客人的体验方式，包含我们市场的一些调查的话，就发现它的一个接受度很高。过去农业时代，靠天食饭生活苦。生食都无够，哪有通拍光？毋过现在的社会，农业颠倒爱找无共的出路来生存。蔡心林注心改良柠檬，了5冬的时间，种植生产各种加工食品，伫市面徛家己的品牌。未来也有意向发展观光果子园，望民众更加了解柠檬的特色和好处。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伫今年正月推出金蕉收入保险，要保证金蕉的农民袂因为计小帮盘来了钱。不过，即马有人伫网络顶头是质疑讲，即款保险互金蕉农颠倒会当趁保险金。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听到即款讲法，甲农民拢认为即款批评真恶质。等到屏东家乡大喙食金蕉，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初5中昼到屏东内部甲农民交流，了解金蕉产销情况。讲到被网友质疑乱野钱设立的金蕉收入保险，陈吉中忍不住发网恶，并且强调袂因为不实情况停办保险。台风一来，农民血本无归。第二个，香蕉又是比较容易有所谓的产销失调，造成价格偏低。不管哪一种，农民的收入都会减少。农委会当然责无旁贷。举例来讲，若讲今年金蕉每公顷平均产量是3万公斤，全区平均计销是每公斤10块，开销收入就是每公顷30万。若讲农民投保的保障金额是50万，那安尼50万减30万，得到的20万，就是农民每公顷会当得到理赔金额。我种的香蕉最好1公斤都在30-40块，我干嘛要让政府赔？对不对？我们辛苦种香蕉不是为了说要拿保险什么的，我们是希望交价平稳。蕉农强调，一旦没钱，无人想要摕理赔，也毋过保证这份保险也有部分的乡镇无纳入保险范围。蕉农也希望农委会扩大纳保的范围，保障所有蕉农。记者综合报道。秋天是瓜芒花开花的季节，最近伫台南的河川地，拢当看到几片瓜芒花开甲水当当。虽然是因为今年的水库无水无下水，所以瓜芒花开甲足水的。毋过，这嘛代表水库欠水的问题有影严重。时间已经来到10月初，闸门溪边的树芒花季虽然将要结束，毋过也是有侪游客来遮赏花。这我旧年就有来看过。今年刚好特别水。今年啊，现在要来看咧，可能都有啦，双门边啊拢足水的。系啊。过去边若到9月时，带来闸门溪边的树芒花灯开，拢会吸引侪民众专工到地来收花。带来区公所佮代办雪花季的活动，真专力行销地方的观光。毋过今年的花会开甲特别多，嘛甲南部的水情有关系。对，那今年的雨水很少，所以说它芒花
都开起来就很漂亮。天气越热，没有经常下雨，它开的芒花一定是更漂亮。嘉义仁义潭南潭它水库跟我们南洼水库跟我们阿公店水库几乎都是满的。那加上我们高屏溪的一个水量还尚未充足，然后北送我们来北送到台南所以目前能够尽量把水留在水库中。今年热天，甲单也无风台来台湾，雨水无够多。目前詹文水库的水一直维持在3.5左右，无机会会当下水。溪尾的树芒颠倒无去互水冲走，一片美丽风景的背后，嘛表明南部有欠水的可能。南区水资管局表示，南部的水情也真稳定，在月底前，民生、工业用水拢无问题。明年第一期的早冬稻，若要有水引产，就要看在月底水情，才会再详细。记者综合报道。全台中市有310间国中小学，验过外语老师、外国的老师，拢总嘛敢若35个，大家爱讲家乡。一个外国老师爱教20外个班。目前台中市是6都内底聘请外国老师人数掉车尾的。台中市的教育局是5万讲，因为这外国老师会当提悬囡仔介意学外语，所以希望明年会当增加到70个。来自美国的外师变用活泼的互动教学，带囡仔学习称呼甲代名词的用法。国语的学生即个用英语甲外师沟通，虽然会紧张，也毋过大部分拢听会捌老师讲的内容。同学感觉外师上课较趣味。外国的老师比较热情，然后中式的话就是比较不会跟你互动。台中惠文高中的外师变除了高中甲国中部的课程，也外借予隔壁惠文国小。每礼拜20节课，自国小到高中，深度广度也真无共。外师变讲，这是真大负担，也毋过伊当作是一个趣味的挑战。How I teach elementary kids is different than middle school kids, and how I teach high school kids. Not easy, but I'm getting better, and I'm enjoying it too. 校校讲，外师外学需要一段时间，也毋过若个会当甲本国英文老师配合好势，对于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有真大的帮助。台中市伫109学年度聘请35名外师，也毋过全市有310间国中小，只有62校分配着外师，海线也阁有4间学校同齐用1名外师。外师人数伫6都中是最后1名。台中市教育局指出，预算若讲会当顺利通过，明年度计划增加到70人。过去人数它是比较偏少，我想这是一个既定的一个事实，增加到70人，所以就是达到外师2倍增。台中市教育局指出，1名外师的成本一年大约是140万，无法度一摆请校长，也毋过提升学生的外语能力。外师并毋是唯一的关注，引进外师主要是希望刺激学生的外语学习动机。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来看早期的古街寮，就亲像即摆的守望亭，这嘛是云林2020教安客家文化节的重头戏。规个庄仔头总动员要甲客家的文化风俗甲美食小介绍，更较侪人知。众人抽大扫，慢慢将古街寮引导扫至车身后斗，准备送去客家文化节会场。这个古街寮是云林水便头社区的居民利用暗时下班休困的时间，全手工拔起来。若是要期待今年活动会当绕热滚滚，也代表轮回乡亲顶下共心的意志。叫遮济人吼，就是咱这个古街寮吼，要去这个轮回咱迄个活动的迄个场地啊。所以因为这大座吼，啲运输无运输，所以足细个为安全起见。这哦，我做算算顶个到一礼拜啊几啊，我都伊暗时啊营造来做，以前拢做家己工课，暗时啊营造来才做啊，大家整个拢来斗做安尼，所以拢家己虽然拢家己做，无去请别人。云林轮背理论西犁顶地头是台湾照客家人上济所在，到达保留完整的照客家口口、民俗技艺、甲料理文化。照客家文化节新做全国客庄12大节之一，就是经过一档过一档的办理，其中不断检讨甲学习，村民齐心付出，才有今仔日的大场面。轮背的乡亲吼，去外围转来吼，嘛是拢会来参加，因为今年第4年，大家拢知影讲。每一年的迄个中秋节前后吼，拢会伫轮背街办这个
迄个夜暗景这个活动吼，大家拢会足踊跃来参加呢。2020这项客家文化节自9月26到10月25，分别在伦培、理论、西螺、顶地头盛大办理。今年以体验做主题，规划民俗、客语、武术、丽水赛、布袋戏、产业料理等6大活动，要让大家亲身体验这项客家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啊，泰国学生发起学运，要求修改宪法甲改革王室。因的抗议唔拿自国甲游行，嘛表现伫服装甲设度顶悬。有一个设计师即马用学生囡仔的制服来做基础，设计出流行个时行的制服，帮学生囡仔会当勇敢来表达家己。大大的手腕，佮加上水手服的设计，配合蓝色变形的百肩裙，改变一般制服的传统印象，加一寡流行的感觉。过去几年，泰国开始流行民主运动，愈来愈侪学生族群伫咧服装甲外形，徛出来反抗威权，还佫有真侪传统过时的规定。以学生制服举例，甲台湾早期社会同款，泰国规定查某囡仔制服的裙，长爱看过骹头乌，尾仔嘛爱超过骹目，制服袂当改下梳。甚至佫有头毛的规定等等，即嘛有泰国少年的服装设计师时通所鹏挑战传统，设计出一系列流行制服。เครื่องแต่งกายมันไม่ใช่เป็นตัวที่บ่งบอกว่าเด็กคนนี้จะเป็นยังไงในอนาคตดังนั้นเนี่ยคุณจะเอาค่านิยมเก่าๆที่บอกว่าแต่งตัวเรียบร้อยเท่ากับแบบหนูเป็นคนดีจะเป็นคนดีเคารพกฎสังคมถ้าหนูแต่งตัวไม่เรียบร้อยหนูจะเป็นคนไม่ดีเป็นเด็กเกเรเด็กก้าวร้าว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ซึ่งมันวัดตรงนั้นไม่ได้อะถูกไหม时通所鹏参考泰国真侪间学校的制服模样，嘛有看过去100年以来相片甲资料，落尾设计出一系列流行制服，是以传统制服的模样做基础来进行改造。毋拿查某学生的制服有改变，嘛针对查某囡仔的西装短裤甲白靴子来改变造型，佮甲下带甲配带，用伫制作阿玛尼亚甲袖仔的造型。充满流行感的制服，就是希望讲学生莫去互传统绑掉咧。เราก็ไปรับวัฒนธรรมใหม่ทีนึงแล้วเสร็จแล้วเนี่ยมันก็เหมือนไม่ได้มีการปรับเปลี่ยนอะไรเลย目前嘛已经有第3品牌厂商注意到时通所鹏的制服作品，暗算要甲伊合作，替无法度表达意愿，想要自行画出家己的现代女性，推出企业专门的成衣产品。伊加到时阵相关产品的介绍，每一领超市100块美金到475块美金等等，差不多是新台币3000块至14000块。记者综合报道。埃及的考古学家对顶个月甲单已经找到59副古埃及的木乃伊有人棺的棺材，嘛见证着2000多年前的历史。伫临时搭建的博物馆内面，拢是埃及甲各国的媒体。考古专家因正细致甲布扭开棺材掀开，内面是保存了正完整的一具木乃伊。这是埃及首都开罗南边差不多30公里的萨卡拉，也是古埃及时代重要的墓地。即马看到这座左塞尔楼梯形的金字塔，年代会当追溯到4700年前。因若这批新发现的棺材，专家估计的年代是公元前7世纪左右。معظمهم في حالة جيدة جدا من الحفظ ويحتفظوا بألوانهم هم لمجموعة من الكهنة وكبار الموظفين من العصر المتأخر يعني بنتكلم حوالي سنة 600 قبل الميلاد قبل كده أو بعد كده بشوية يعني التوابيت دي بقى لها حوالي 2600 سنة مغلقة أنا شاهدت فتح تابوت منهم مع دكتور مصطفى تحت في البير الموميا كأنها متحنطة امبارح 根据考古学家的讲法，公元前600多年是属于第26王朝，也是古埃及最后一个本土的王朝。了统治埃及的包括马其顿、希腊甲古罗马帝国，拢是外来政权，也代表这寡出土的文物伫埃及的历史上的重要性。这寡棺材甲木乃伊，也有进前所挖采各种的古埃及的文物，拢会伫咧大埃及博物馆展出。这个博物馆本来是打算去年就要部分开放，不过先是拄到阿拉伯之春所引发的局势动荡。今年3月又搁发生新冠病毒疫情，目前决定伫咧2021年启用。而这款挖出古文物，就是埃及政府重新振作观光的希望。对古老传说讲，若入去金字塔，甚至甲棺材拍开，会带来厄运。不过这只是民间的传说，或者是电影的剧情。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环境，美国东北部海岸海拔有受法律的保护，所以族群大大增加。安尼好是好，暗个海拔会甲一寡鱼仔、虾仔食了了，即嘛影响讨海难专家。在马洲雪鱼港，哈维奇港经营观光船成立的史派尔特先生专门送观光客去莫诺莫伊岛近距离欣赏海拔。They're very entertaining and adorable. You just want to give them a big hug. 12 years ago when we started, we had to work a lot harder to get the seals. Now the seal seems to be just about every place. 1971年，美国实施海洋食灵动物保护法了后，海拔数量就开始回升。1980年、1990年，加拿大新斯科西亚省的海拔族群重返新英格兰海峡，伫渔民所占的小岛青涌下一带。海拔分布真宽，鱼、海鸟什么拢食。渔民都怨言讲，海拔造成鱼食量减少，影响生活。在海捕生罪人也投诉，一大阵的海拔引来鲨鱼，正做严重的安全问题。They've now grown to a level where they're part of the problem now. They're bringing in predators, and they're doing more harm to other fish populations than good. 当地有个人主张开发海拔为提议节约来控制数量，其中一个团体提出修改保护法的建议，学并规物种法，将数量达到安全标准的物种除名。不过问题是，这所在海拔族群数是偌济，或者是偌少才算健康。另外，鱼血量减少甲鲨鱼攻击问题，拢怪伫海拔身上也无公平。专家指出，这甲海水温度升悬等其他因素也有关系。为新斯科西亚到雪鱼加规个面因湾水温升悬的速度，比其他海洋近99%。科学家指出，大家应该尽量唔通将海拔当作是麻烦制造者，应该将伊看作是保育成功的故事。学甲海拔强升，非洲、加州、甲澳大利亚海洋观光产业振兴的所在，都成功伫共款的状态之下有了平衡。Unfortunately, humans are very good at blaming other species for problems that are generally created by we ourselves. 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关心天气。这两天受东北风影响，天气较淡冷。今仔日伫桃园以北依然有局部地暂雨，过昼了后，南部的山区有雷阵雨。早暗的天气较凉冷，温差嘛较大，乡亲爱会记晒衫，唔通感着。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0度；外岛的温度是20度到2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